今仔日心情犹原有淡薄仔郁卒，是啥物原因？我看是为着讲，感觉讲家己介心无啥物欢喜诶代志，无啥物成就，就是讲伫公司嘛表现无别人遐好，无受到学老肯定，学台语阁长地学，变做讲我这个人想过头去看即个成果，看即个成就阁有分数，就是家己拍分数，想过头注重这，无法度享受即个趣味，就是做惯势用悲观的看法，拢是看着代志，较有压力，较无好诶一面。无法度讲，感觉家己足够诶，足无简单诶，爱逐直鼓励学老。其实，有可能我安尼诶想法无做一个惯势，毋过即马着尽量讲较正面，像讲我伫咧工作，着会看有人伫咧攻击迄个一个写文章阁有甲人付费去甲人咨商诶，两个一对翁仔某，因可能嘛有人会甲因攻击，这是加减的啦，就是讲要做这项头路看起来介生诚好趁，毋过有伊诶压力，因为你有出头，嘛有可能会有你想要做诶代志，会甲别人发生冲突。安尼我有来替因讲话，我拢看做正面诶所在，其实有可能有影响这对翁仔某因诶心情，因为逐个嘛无想要互人讲甲安尼，我着会较正面去看，我无啥物特别目的，想讲其实因诶物件对别人有帮助，对需要诶人有帮助，嘛无需要讲，嘛无需要讲有即种对待，我着较正面，嘛会斗讲话，着几句仔话安尼嘛做会到，有时阵我有即种，讲这我有这是我会当斗帮赞诶所在，我着会感觉甲人斗帮赞是诚有成就感。毋过面对我家己诶代志，着会家己嫌家己无够好，我有即种毛病，着会想讲会甲别人比较，讲别人拢安怎，看着别人较好，较好康诶一面，若看我家己，就是看着讲还无进步安怎会阁遐落衰？这是我对家己诶看法，着变做讲，若看着政治犹原是安尼讲，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讲，逐个对待着看袂着，一个好，咱我会感觉讲，亲像讲我倒一个政党，我着看讲，因诚好诚赞，怎会讲，即个台湾人拢无看着因这好诶一面，拢甲无好诶所在拢甲因算小，拢讲是因害诶，对因诶印象无好。当然伊嘛无进步啦，因可能阁伫咧内部内部阁会伫咧冤家竞争，就是去争取去相争，嘛会安尼，嘛是普通人尔。毋过我心内会想讲，怎会有诶人看起来就是可能逐个角度无共，毋过我着会想讲，怎会有诶人安怎逐个去甲伊相挺，拢倒伫选啥物代志拢无做，有诶人嘛是做甲大粒汗细粒汗，变讲
疫苗啊，有啥物牌子报紧入来都爱去算数，爱做一寡新闻啊，讲因外摆啊，就是讲，逐个拢袂想讲，这是中国诶云端，拢袂安尼想，就想讲这是政府有人啊，伫遐计算。我拢会惊讲，这种讲法会变做一个风向，会去声一寡人就是支持较我中国诶政府，逐个就变做讲，无想要护台湾就是讲，看起来护台湾派嘛，无较好势，会惊吓。该换做我对家己诶看法，就是讲，我会想讲我虽讲是诚拍拼、诚骨力，毋过我会想讲，别人嘛看袂着有即种怨叹，啊无就是讲，别人嘛无注重即项物件，所以讲，我甲众人诶关系变做是一种，我想要求毋过佫求无，有即种现象。所以我会想讲，看起来就诚明显啊，这诚好诶政党啊，嘛无讲做好，毋过就是讲比另外一党较好啊。毋过逐个拢是看着伊摆一部分摆迄个所在，迄个角度，变做讲，这就是我对家己诶迄个观就徛伫遐我就是无法度讲，就是会想讲，哪会讲哪会讲一寡物件是无法度互人理解我有即种郁卒，即种看法，即种紧张，讲若逐个拢无看着讲，逐个拢无注重，毋是诚孤单。有可能我有即种看法，就是一种孤单诶感觉我对家己诶看法嘛是安尼，有时阵有诚负面，有可能是我有着伤，即个着伤到呾拢无好理，就是我想讲，若诚拍拼即个顶时会想讲，这个人足尽忠诶，毋过背后伊是去选择其他诶人就对我就是讲，愈来愈疏远，而且误解愈来愈深，变做讲对我来讲是着伤无毋对，我会想讲，着我想我看即种空喙是悠远伫诶，我无去解决，可能我想讲去写册互家己莫讲一直想讲伫工课上伫公司好好啊表现就莫安尼甲家己诶重点换做别位尾仔就是讲学台语，互家己有一个会当拍拼诶所在。毋过我看讲其实即个变做失去即种伤痕阁悠远伫诶，有时阵就是状况较好情况较好，就是转过，有时阵就变做讲忧闷忧闷安怎咧？忧闷就是讲，我诶拍拼是别人无注重诶，就是我甲别人诶关系，我会变做讲，我想要做互别人看，毋过做互别人看，家己阁无信心，想讲我安怎做别人就是别人若要诶所在，都毋是我一直伫做诶所在，我嘛分袂清楚别人想要爱是啥，安尼就足无妨会变做讲即个空喙一直伫遐，会变做当然无想要诚拍拼，就是讲
因为做拍拼，你会感觉讲无人会理解，无就是讲你遐拍拼嘛无效。无法度有一种讲家己是为着家己拍拼即种心情无法度掠袂牢。所以我即马是爱为着家己为着家己去做一项代志。上好是万项代志拢是为着家己去做。这道理是知影，毋过不时就是会惯势想讲别人会安怎看，别人安怎都会认为讲我做代志就是爱有日头爱有日月。若讲今仔日做这自头到尾拢无人看着，嘛无人要伊我就会郁准毋过有诶人袂安尼想，可能伊看较宽，伊知影讲有一寡代志是要互家己交代，毋是讲别人安怎讲拢甲伊无伫代。我就无法度有即种，我可能爱豆豆惯势安尼做莫定定想讲我若做这无人看无人知无人认同，就是有这三项无人安怎，就是我就足想要讲有人重视，有人安怎有人甲无人就真正对我来讲就差别真大。毋过我阁无去争无为讲逐个拢做实行诶所在去拍拼，因为想讲安怎拍拼，介心拢安尼相争，坐袂过别人。毋过我讲茫讲我即马做诶代志，我会听候讲是毋是敢有一个机会就互我出头天。变做讲我诶想法就一直伫遮转势。想要互人看着，互人重视，互人拍破会当出头天。这是因为讲我无法度得袂着，所以我会讲这物件是好诶，我需要诶。敢是安尼无的确是安尼。毋过就变做讲无法度安慰甲家己安慰，就想讲若有诶，就是逐个看着我就是有拼出一个成绩，是毋是家己会得到安慰？我看是嘛袂，因为你拼一个成绩，有人你会变做你会伫迄个坎站阁继续竞争，就白沙爬山一粒山头阁有一粒山头安尼。那我会当讲豆豆仔做豆豆仔做，毋免去看东看西去计算讲即马敢有成一寡人敢有互一寡人看着。我若拢无去计算亲像有一寡人伊就想讲这无要紧就足奇妙，就有人会换来。毋过亲像我若讲做啥物代志就是做一寡逐个看无诶代志心内阁足想要有人有知己会出现，安尼会变做讲规个心情就是无法度放开无法度囥诚认，互家己压力，阁定定想讲我做诶代志都无人知。其实这就白沙讲有一个新妇就是较传统诶，伊就无闲厝内代志，伊就感觉家己牺牲诚大。其实嘛毋免安尼做甲安尼遐拼势，不过伊就想讲这就是伊诶坚持。伊阁望讲有诶人会甲伊保看着讲一寡，就是伊阁望有人会甲伊鼓励就变做讲
我袂喜欢即款人咧，就是，我本正想讲，若去学物件吼，学著是家己诶吼，著免遐怨叹。啊，毋过其实，若我诶即个教吼，即个教无解除吼，迄代志真正著是一直轮回，还佫走转来。迄种心情，著是想讲，我即摆做诶代志，敢有人知？吼，我著想讲，足想要互人知。毋过吼，若较巧诶人著知影讲，若爱有人知意，著知影讲，吼，一般诶人吼，著是较有即个，较有地位诶人吼，伊拢看啥物物件，所以做因看会着诶代志有方法。我阁袂用讲，我不爱安尼介生吼，做够计算。我阁不爱，毋过我阁去做这较无人看着诶膝头工课，阁足想要互人看着，真是足恶做诶吼。就是讲做遐偏，做遐逐家无注重诶代志，著妄讲，是毋是有一个足奇妙诶代志发生？本来想讲做这无人看着，有一工雄雄就是出头天，家己拢想袂着。毋过我阁心内阁一直望即种代志紧发生。若无发生，我著会埋怨家己埋怨家己。就亲像讲，我即摆伫咧学讲台语吼，希望即个口说迄个声调互人听着足舒适诶。毋过我著有可能我诶方法吼，著变做我想讲做拼细做敢会有一工吼，忽然间有即个知己，著开始讲你讲诶台语足好听诶。毋过即摆当然著是无实现啦，著是有人会讲较顺。毋过我望诶著是，逐家讲即个腔口真赞哦。变做讲我一直去找找一个足吊腕诶足无简单诶一个机台，我诶机台拢是较即摆现处时伫近诶是无法度达成诶目标吊甲足悬诶。我无看着讲家己袂歹诶所在，家己好诶所在，变做讲其实人伫即个世间爱有能力家己安慰家己，家己学乐家己。毋过我拢无法度我拢变做讲爱等别人来学乐，等别人来互我一寡甲我赏这著是有诶人会信宗教诶原因啊。因为这宗教自头到尾拢讲，你无论做啥物代志这上帝拢看伫眼内拢会甲你赏啦。但是逐家就变做讲，若伫咧人世间无等袂着其实若去死了后去天堂著有安尼，著是有即个期待。毋过这也是无法度脱离讲家己敢有法度做家己诶上帝，家己做家己诶顶师，家己做家己诶同事，就是若亲像我甲家己较看轻，著较无简单，想讲我哪有可能啦？毋过这著是我爱练习诶一个方法我著诚做家己诶老师家己诶先生家己诶同事家己会使鼓励家己为安怎家己无法度鼓励家己，为安怎咧？就是讲，敢若我知影讲家己较
才知影家己是有偌拍拼，家己较知影讲家己诶优点伫倒位，家己较知影。啊，毋过咱逐家拢食碗内看碗外，拢想要别人看着，讲安尼偷偷仔做，会有一工某物人行过来讲一声安怎，为安怎甲家己诶寄托伫某物人这某物人到底什物时阵会出现呢？为安怎家己无法度去做即种鼓励家己诶人？为安怎看轻家己？变做讲寄托什物倒一个档啊？其实伤济寄托，拢毋免安尼，就是爱训练，家己就是家己上好诶读者，家己就知影讲家己咧做啥写啥，趣味诶所在，不时就会当看，毋免讲哎呀，你互我即个文章诶连结啦，我找无啦，哎哟，这看起来足沉重诶，足无爱看诶。其实家己写诶当然是家己上爱看，毋过咱即马现处时诶社会拢需要互别人诶学乐，别人诶肯定，别人甲你就是别人讲好才是好。这其实这种思考方式会当拍破。我会使用家己诶想法，家己诶加强家己，对，就是加强家己，成做家己一个世界，毋免讲，哎呀，这无别人诶学乐拢无算啥。因为别人真正是别人啦，伊真正毋捌啥。别人既然毋捌啥，为安怎拢阁会伤心？讲别人为安怎毋捌？对，就是伤过头去注重别人。我会当思考即种方向诶改变。